同樣係300幾皮啊，你會買呢啲海景嘅頂樓複式，定係樓下嘅別墅啊？五洲家園新上咗一套108平嘅頂樓複式啊，實用面積可以去到180平啊，而且我哋廚房啊非常之大啊，全屋啊精裝高標交樓啊，風管機、中央空調啊、藝術漆、鋁扣板啊，全部都同你做好啦。呢間套間啊，亦都係睇我哋一線海景啊。呢個景觀非常之漂亮啊，而且啊背景牆都同你做好啦，衣櫃啊呢啲全部做好晒啊。樓上啊仲有2間房啊，4房4個衛生間個，有3個係套間啊，有1個係公衛啊。呢邊呢個窗啊有2個噶，採光非常之好啊。頂樓呢邊啊仲帶咗一個露台嘅，可以參觀一下呢個大嘅一個套間啊，帶咗個海景嘅露台啊。隔離呢間房啊，亦都可以睇海景嘅，亦都係一個套間嚟個。呢啲背景牆啊，全部做好晒。如果你對呢套房有感興趣啊，評論區度666。